陳讓珠博士係一位跨領域卓越嘅有機化學科學家、藝術家以及攝影名師，亦都係中道養生醫術學會簡稱中道會嘅創會會長。中道會喺2003年 SARS 嘅期間成立，俾醫師們以及會員們作為一個醫術養生知識及道家文化嘅交流平台，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咗義診服務與草本保健品，例如好似濕疹膏、眼藥水等，佢嘅效用都受到好評㗎。陳博士出身於草藥世家，對本草藥有深厚認識，憑慧根結合傳統與現代科技，推動中醫學現代化。喺學術上面，陳讓珠博士係物質電子雙維科學理論之父，全球有機液態金屬領先科學家，亞天科技集團創始人。自1985年已經研究相關嘅技術，並屢次獲得重大嘅成就。喺農業上面開拓咗超級有機農業技術，達到無藥殘、無有害重金屬同埋無有害病毒細菌。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金屬有機框架 MOF 技術，呢項殊榮印證咗陳博士喺20年前所研發嘅螯合有機金屬離子溶液技術，具備咗卓越嘅前瞻視野。呢個技術已經成功應用咗喺農業、水產、醫藥、食品同埋淨水等嘅產業，堪稱早已付諸實踐咗諾獎級嘅科技。喺中醫學現代化領域，陳博士開創性咁將現代生物科技融入傳統古方研發。佢運用咗先進嘅萃取工藝，成功從草本中提純出高活性、高生物利用度嘅透明精華液。佢純正形態徹底顛覆咗大家對中藥嘅傳統印象。呢項嘅技術不單只限於形態創新，更加從根本上面嘅優化藥效同埋體驗。例如，成功將黃連萃取為口感溫和卻藥性不減嘅新型製劑，解決咗苦口良藥嘅千年難題。陳博士仲積極推動中醫藥與人工智能融合，透過建構人工智慧中醫藥資料庫，以加速研發進程。同時，亦都大力倡導中醫現代化與系統化，培育更全面嘅中醫人才。喺社會公益上，作為中道會嘅永遠榮譽創會會長，佢不僅長期致力於慈善服務，更加搭建起科學與道家文化之間嘅融合橋樑，展現佢回饋社會嘅多元面同埋深遠視野。總之，陳讓珠博士係一位致力將傳統中醫學與現代科學相融合，推動科技創新與健康產業發展嘅領軍人物。感謝佢創立中道會，將傳統中醫技術與現代化科技結合，並發揚光大。